好多港澳嘅朋友嚟珠海買樓都唔知道點樣揀，今日咧就推薦十字門一個核心區輕軌上蓋嘅物業。睇下呢邊咧係面向睇向澳門嘅，左手澳門，右手橫琴，非常之開闊嘅呢度，而且喺輕軌上蓋上邊，你睇下呢個樓盤有邊啲戶型。十字門218平一線海景豪宅大平層，呢個單位最大嘅殺手鐧，270度嘅闊景轉角陽台，可以同時眺望橫琴金融島同埋澳門城市景觀。日頭睇城市天際線，夜晚欣賞燈火夜景，畫面相當震撼。入到屋內呢，格局闊綽大氣，做到4房3衛雙套間設計。長輩有獨立套房，私密性足夠，一家幾代一齊同住，空間